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埔里有一间财神爷庙，这个庙无大，但是真特别。这个天棚是用1700张的100块的纸票来做壁纸，啊，这规造的庙体是飞坐伫半空中，信众会当驶车、软脚骹。 埔里镇这间财神爷庙最近才完成安装，庙无大景，不过真特别。毋但是庙是翻的伫咧半空中，庙顶的造型嘛，互人料想袂到。很少看到，很有创意啦，造型有寓意，旺来旺来。好像在这个轿的上面，嘿，我觉得它的造型也很特殊。这间庙远远甲看到袂输是一顶新桥，不管是人也是车位下骹经过，拢袂输是咧软脚骹。凤梨是103年，那时候南投灯会。 他们结束以后把它买回来的啊，就把我那尊神明然后请来，所以我们就把它镀金身的。神教的形式，软脚骹趁钱就规大趴。庙内底佫开始充满财气，天棚竟然是用1700外张的100块甲搭起来。第一次看到财神庙是有用这种来装饰。这间财神爷庙无大景，不过特别的造型甲求财的方式，互来过的民众拢有真深的印象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